大家好，我係2025年第2屆香港區 AFISA 10大我最喜愛理財顧問 MFA 得獎者陳志豪 David Chan， 好榮幸獲得 MFA 嘅獎項，感謝客戶同業嘅支持同肯定，令我得到呢個殊榮。2026年獎項報名已經開放，今年起 AFISA Award 改名為 Global Distinguished Award GDA， 成為全球壽險理財顧問最高榮譽，代表專業水準同埋成功地位。GDA 象徵信賴、穩定同卓越，我亦會再次參加，希望大家全力支持。今年繼續設有我最喜愛理財顧問網上投票，邀請大家角逐全港10大 MFA 主席，截止報名日期3月31號，快啲 scan 下面嘅 QR code 報名啦！下一位嘅 MFA 得獎者可能就係你，我哋拭目以待。